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。彰化县今仔日是增加5例确诊的病例。这个彰化县为着病毒的葡萄家族，5月初8中昼有到花坛的全国内行饭店来食喜酒，甲因坐伫咧同一道的3个人嘛确诊为着病毒。这个东港饭店有1300个人用餐，全部拢爱做自主健康管理。另外，这个饭店的员工甲部分的宾客，大约有165个人，早起嘛紧急来做体检。虽然讲天气真热，但是排队等要体检的民众，拢唔敢大意，专程挂喙罨，就惊去互感染。伫全国联航饭店边的停车场，饭店的员工甲部分的人客有165个人排咧等要检验，因拢是伫5月初8迄一天动线甲位离这个葡萄家族上近的人。目前为止来说，我们还没有接获任何同仁有回报的这个动作，而且我们也有在简讯上面通知。那所以目前的话，应该是都还没有任何人有身体不适的状况。葡萄家族造成共到3人确诊，中华卫生局列出迄一天饭店内面1300个人，要求有症头的人才需要采检。除非你有发烧、有倦怠、有流感的症状，或者那个味觉的感觉失常，那这样子才需要紧急来医院做这样的一个筛检。是阮伫昨暝彰化病院急诊室外口有几百个人排咧要求要检验，甚至出现一寡无理性的行为，院方赶紧加派卡手加处理员，早起情形已经加真好啊。全国你也袂可能，是我们来心安尼就无啦，我用稍微迄落就叫我来交嘛，是吧？彰化县除了指挥中心公布的15例，即马卫生局采检又搁新增加5例，卫生单位甲民间的业者、防疫拢唔敢放松。